地方的消息，咱来看苗栗的警方抓到一个查某人哦，伊去店里换钱的机器，用加50块的假钱哦换做真的10块的银角。警方嘛找到1800外的假50块。嫌犯讲哦，这是一个中国的网友寄互伊的。警方嘛会扩大来追查假钱的来源。来到吉安机店换钱的机器头前，查某人一直咧落50块的银角啊，规堆的10块银就安尼落落来。毋过，伊无注意到，即间店业者就徛伫边仔看，将换钱的机器拍开来看，业者发现查某人落的50块银角啊，疑似是假，就随报警。伫咧苗栗市的即间吉安机店，最近常常收到50块的假钱，业者找来到店里，果然去撞到一个姓张的查某人，一直咧用假钱换真钱。上礼拜有发生，在收币的时候发现就是假的，我拿到银行给银行看，那是假的，被退回，被收走，被收在送鉴定了，还在鉴定中。警察到场了后，伫查某人的身躯顶查出38个50块的假钱，搁伫伊住的所在嘛找到1777个50块的假钱。查某人讲，这个假钱拢是一个中国的网友寄来台湾的，讲伊只要共换做10块的真钱，结果寄转去中国，就会当得到2万外块的口笔赏。将依诈欺及行使伪造货币罪嫌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。警方要扩大追查假钱的来源，嘛提醒民众，真正的50块银角啊，后壁有创字，转一个方向就看会出来。四周围各印字样做记号，民众就要加注意，才袂收到假钱。记者苗栗报道。